各位返緊工、放緊工、賽緊車、揸緊車、瞓唔着，又或者食緊杯麵嘅朋友，歡迎你收聽唔正經學院。呢度冇正宗，得無厘頭。我哋會圍繞一啲生活中日日見、次次都嬲，但又講唔清嘅主題。例如，點解每次出門口都會落雨？點解我開咗冷氣但心依然煩躁？中間，我哋唔小心可能會講幾句莊子引用莎士比亞，調幾個日本浮世繪同愛琴海神話出嚟。但放心，我哋講完你一樣可以繼續唔識。有知識冇用處，但夠吹水就係我哋最光榮嘅使命。呢度係唔正經學院，講嘢唔靠譜，態度好認真。有一日，你企喺寫字樓個 printer 前面等份文件，突然間諗起，不如辭職去旅行啦。你無啦啦打開機票網頁，見到曼谷機票減價，就 feel 到自己人生開始有希望。但等等，呢種感覺其實就好似有啲似食咗燒鵝飯，跟住想飲綠茶排毒咁。旅行係一種 detox， 咁你原本係食咗啲乜？你每日返工嘅生活係咪根本已經變咗一種毒？而你以為嗰張來回機票係抗生素，但其實佢只係退燒藥。旅行就好似你肚屙，唔係因為你食咗壞嘢，而係你終於忍唔住要排走啲毒素。你係咪發現，一到假期你先識得瞓覺？一到機場你先覺得自己係一個人？咁喺辦公室嗰陣你係咩？Excel 嘅奴隸定自動回覆之靈魂？歷史上其實真係有人覺得旅行係病。19世紀歐洲有個病叫 Neurasthenia 神經衰弱，意思就係你喺城市入面悶到想死，成日想逃走，成日話自己需要空氣。而當時上流社會好多人就靠去地中海、瑞士高山區散心，成日講我唔係有錢，我係病咗要療癒。中國呢邊都一樣，唔少文人歸隱都唔係真係唔想做官，只係升唔到職，揾個理由唔再鬥。陶淵明話不為五斗米折腰，但實情係人哋未必俾你五斗米。咁我哋而家去旅行係咪其實都係唔想為 Excel 折腰？你每日開8個會之後會講一句，我真係唔想再喺城市生存，咁咪即係現代版桃花源記囉。但你個桃花源唔係深山，係曼谷夜市。你嚟東京冇食壽司？你點解會冇去原宿？你去巴黎竟然唔打卡艾菲爾鐵塔？咁你做咩嚟？你知唔知喺古羅馬，如果你同人講你嚟咗羅馬但冇去鬥獸場，對方可能會同你講你去咗咩羅馬？但問題係，羅馬人本身都唔成日去鬥獸場啊，因為佢哋知道嗰度啲椅超硬。其實你發唔發現，去旅行嘅人同打 RPG 嘅人一樣，有主線任務，有支線任務，又要解鎖地圖，又要影相證明任務完成。問題係，嗰啲任務唔係你自己 design 嘅。Instagram 告訴你要去某個景點， Google 評價話你唔去就輸晒，連朋友都會話你唔食呢間拉麵真係走寶。點解你一個人咁多人幫你決定去邊？我哋以為我哋主動計劃，但其實好多時只係完成社交媒體assign嘅功課。你係旅行定係幫內容農場拍攝素材？你係影風景定係俾人睇你去咗邊？再睇返中國文人旅遊史，蘇東坡一生流放好幾次，每次去到新地方都寫詩寫文。你會以為佢好chill，但你知唔知佢有時根本唔係想去？佢係俾人貶咗去。貶官等於旅行團強制報名，冇得話唔去。但就算係咁，佢都寫得出赤壁賦，證明旅行唔一定要自願，唔一定要快樂，甚至唔一定要舒服先會有收穫。咁你每次買錯機票去錯機場，其實你都同蘇軾一樣被貶咗，只不過你嗰份係 OTA Online Travel Agency 送你嘅。
有冇試過買咗本旅遊書，上面寫呢間咖啡有棵大樹貫穿整個建築，你去到發現嗰棵所謂大樹，其實係一嚿塑膠做嘅裝置藝術，然後你拍咗張相踢，井號人類文明嘅墮落。旅遊書就好似 dating app， 寫得再靚都係佢最想你見到嘅版本，唔係你真實會遇到嗰個人。啲人話旅遊係認識真實世界嘅方法，我哋想講，旅遊其實係發現自己冇得揀嘅方法。因為你到場先知，原來香港都係咁熱，原來日本唔係全部人都鞠躬，原來紐約真係會有人問你要唔要買 fake Rolex。現實世界係，你去某家米芝蓮餐廳，發現味道普普通通，賬單上有你唔識嘅3個稅項。你去某個世界文化遺產，發現全部都係遊覽團喺度打卡。其實古代人都明呢道理。山海經記載海外有樹，名曰不死樹，其上有鳥曰青鳥，幾浪漫下。但啲考古學家發現，所謂不死樹有可能係一種超級苦澀嘅植物，啲鳥亦都唔係藍色，只係當年啲人冇夜視功能，月光底下見啲鳥反光，以為係藍。旅遊書話你知世界幾精彩，現實話你知，你可能搞錯咗，但就係搞錯，落差，啲風景冇想象中咁靚，你先記得一次旅程。最難忘嘅永遠唔係靚相，而係嗰次你喺京都冇位搭巴士，坐咗成程係司機對面拎住壽司盒，嗰個畫面你唔知點解記咗10年。你有冇聽過呢句，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？咁問題係，你行萬里路嗰陣有冇睇書？定係你只係行咗去沙冰摩？其實旅行唔一定係學習，旅行好多時係一個完美嘅逃避工具。你可以逃避 deadline， 逃避責任，逃避見屋企人，仲可以逃避你應該要成功呢個社會幻覺。但旅行都可以係一種學習，只不過唔係你諗嗰種知識。你學唔到新語言，但你學識點樣喺機場揾廁所。你唔識晒歷史，但你識咗原來有啲國家地鐵門係唔會自動開。西方哲學家阿蘭·德波頓寫過本書叫《旅行的藝術》，佢話真正嘅旅行唔係去邊度，而係你帶住咩心態去睇。簡單啲講，你可以喺台南街市睇到人生，你都可以喺瑞士滑雪場發現自己一啲都唔中意滑雪。古人出遊好多時都唔係為放假，而係為求道、逃避或者被發配邊疆。莊子話：乘彼百駒，泛泛其境，即係人生就好似搭順風車，風景唔係你安排嘅，你只係經過。所以逃避唔一定差。只要你知自己係逃緊咩，而學習唔一定深奧，可能只係你知道，原來自己唔再需要透過影相嚟證明你存在過。好啦，今日吹咗咁耐，唔知你吸收到啲乜，但你應該會記得，世界好複雜，生活好煩，但喺唔正宗學院，起碼你會學到幾樣冇用但好得意嘅冷知識。如果你覺得幾無厘頭喎，但又有啲料喎，就記住 subscribe、留言、俾個 like、share 俾你班 friend， 等佢哋都可以喺塞車、洗碗、抹地、剪狗毛嗰陣，聽住我哋亂吹一餐。最後，照慣例，嚟條無厘頭哲學提問，送俾你慢慢諗。如果命運係自由意志嘅敵人，咁我自己揀咗返工，算唔算自投羅網呢？你點睇？留言答我啦，我哋下集再見。唔知講乜，但肯定唔會正宗。